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姐姐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Ben 差唔多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我今年27歲，你結咗婚未啊？我離咗婚，離咗婚，咁你自己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啊，有幾多個啊？一個幾多歲啊佢8歲，？8歲，好。姐姐你而家喺香港邊度做嘢啊？係最好彩虹，喺彩虹嗰度照顧幾多人啊6人，？6個人，係邊6個人啊？弟弟、先生、姑姑、婆婆2個妹，兩個妹妹，兩個妹妹幾多歲啊6歲，？6歲啦，好啊。姐姐咁你識唔識煮飯啊？食你識煮咩餸啊？煮蒸魚、煎魚、油菜、火菜、煎蛋、火哦，湯，煲湯、炒飯啊，煲湯都識啦，嗬？係，好啊，好啊，咁同先生太太講再見，拜拜啦，拜拜。拜拜。